英国卫报介绍，近年来专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德国专家郑国恩一份关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问题的最新发现。郑国恩指出，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散实行强迫劳动的目的是控制维吾尔族人口发展，通过同化政策摧毁这个民族，甚至是实现种族灭绝。郑国恩在2019年南开大学的一份关于东突厥散和田维族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报告中注意到，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并不是经济生产需求，而是为了尽快改变东突厥散乡村年轻人的思维方式，达到同化维族人的目的，并减少维吾尔族人口，而且是在维吾尔族人的土地上减少维吾尔族人口。据报告，2018年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学院学者将一份题为《新疆和田地区维族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工作报告》的文件交给中共高层。2019年在南开大学网站上发表，但6个月后被撤下。郑国恩保留了南开报告的原始文件，并进行了分析研究。一些中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文章认为，维吾尔族人口太多、太集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必须让他们劳动，将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通过控制生产、控制人口增长。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德斯基特25日在土耳其福斯电视台节目中，针对中国破坏维吾尔人发表评论时表示，若有必要，甚至可以开战。我们不害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德斯基特是土耳其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大团结党主席。他在节目中说，一群维吾尔人上周和他见面，诉说了维吾尔人在中国集中营里的遭遇。他在土耳其议会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点。他表示，大团结党无论如何都将支持东突厥散。他说，有人问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与中国作战吗？我说，如果需要的话，开战，但是战前肯定有一些事情要做。停止经济关系是一场战争，冻结政治关系是一场战争，制裁也是一场战争。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必将进行军事战争。他说，我们不可能对此保持沉默。我坚信，就像我们在亚美尼亚所做的那样，直到中国结束东突厥散的所有占领，并停止对东突厥散的兄弟姐妹的一切压迫行为，我们要放弃与中国的一切关系。美国白宫国安会3月3日罕见地公布拜登政府的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视为威胁。指南中提到的最多国家就是中国，远高于俄罗斯。华盛顿政府正在加强其在太平洋和欧洲的军事力量，以对抗其日益壮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该文件说，我们将极尽全力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该文件概述了全球秩序问题，强调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中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世界的合作。该文件指出，美国高度重视国际合作，重申华盛顿发挥在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问题。皮尤中心最新的调查显示，90%美国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或者敌手，而不是伙伴。很多受访者支持在双边关系中采取更坚定的立场，无论是在推动中国人权方面，还是采取更强硬经济政策，或者限制在美中国留学生。48%的受访者认为，限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首先优先事务。皮尤此次调查中的一个开放性问题的答案也显示，人权是美国人的主要关切之一。这个问题是问受访者在想到中国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1/5的受访者提到人权忧虑，3%具体提到维吾尔人。土耳其一架直升机在比特利斯因意外事故坠毁，导致11名士兵牺牲。据国防部发表的声明，土耳其时间14点25分失去与从宾古里起飞的美洲狮直升机的联系。
经所展开的搜救工作确定，由于天气原因而发生意外的直升机上11名士兵牺牲，包括第8军团司令欧斯曼·阿尔巴士中将，还有2名士兵受伤。